哒哒，牛番茄，红红的，其他的都是绿绿的。第一颗牛番茄，第一颗，你这一颗已经要拔了吗？不应该，但是我怕那个鸟会吃到。来吃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早一点拔比较安全。你先吃，你然后在家的会成熟。哎，拿走。今年的第一颗牛番茄，有一点小，但 OK 吧？漂亮的，第一个看起来是这样。牛番茄。